继续来看立法院针对着丹纳斯洪台灾后重建特别条例，召开着调野协商，甲原本的经费560亿加码到600亿，明仔载院会会完成三读。台东伫即届的洪台损长严重，是毋是嘛要甲台东的财损列入去草案，是无法考价。 由于洪台扫过台东真吃力，尤其是金城路的国菜市场的铁片厝顶，强风扫过嘛挡袂牢，天棚直接插入菜市仔内。这个是尼泊特废掉重做的，尼泊特完就换这个，之前都没有啊。讲到2016年的尼泊特17级的强风扫过台东，台商烦恼讲这灾情会重演，即马杨柳离开啊，灾后整理还会阁继续做。 前1个月的强降雨，我们已经陆陆续续许多的这个像芒果、是稻米等等都有受损哦。那这一次的台风其实把我们的释迦、火龙果在开花的部分也是全部都打掉了，所以非常的严重。未少农友的心血付诸流水，台东立委黄建斌争取灾后重建的补助，立法院嘛针对丹纳斯洪台甲728大雨灾后复原特别条例调入调野协商。 同意将行政院原先空列的560亿经费上限提悬到600亿，是讲行政院版本敢若列出受灾地区，民众党要求公布具体县市，这个台东无算在内。今天为什么要公告？你现在公告就到了台东，把它补上去多好啊！你这个叫吵吗？你现在是在补说明栏嘛？各位如果要吵架之前，也要征询我的同意，再按麦克风好吗？ 立法院长韩国瑜想要做公亲嘛无效，调野拢互相的对呛。丢包的白话文不就是毒肉嘛哈？那更重要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帮台东的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，哦，把他们灾区放进来，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些补助。没有去把台东放进去，然后呢，让在野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毒肉台东，那这个是对于整个法律完全的一个误解。 每手经过5点钟马拉松式协调达成共识，伫拜五议会完成三读，为风雨过了后的灾损加速重建加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